喺廣東省嘅北部，藏住一個低調卻又充滿驚喜嘅縣城，係全國聞名嘅蘭花之鄉。今日三叔帶大家走入呢個寶藏城市。雍園位於韶關市東南部，地處粵北山區同埋珠三角過渡帶，素有粵北南大門之稱。因為遠景東面嘅雍山有八泉匯流成雍水，雍園嘅名就由此而嚟，以為雍水之源，更藏住飲其流當思其源嘅感恩心意。自南朝梁成聖3年建縣以嚟，雍園距今已經有將近1500年嘅歷史，係廣東歷史上邊16個最早建制嘅縣之一。歷史上因戰亂，大量嘅中原士族同埋百姓經江西、福建遷入粵北，雍園成咗重要嘅遷入地之一。從宋代起，雍園亦就成咗南遷客家人嘅主要聚居地。作為粵北客家嘅聚居地，雍園嘅每一處古建築都刻畫住客家民系嘅遷徙智慧同埋生活哲學。江尾鎮南塘村嘅湖心壩客家群樓，被譽為粵北客家第一村，係明清客家建築嘅活化石。自明朝正統年間，沈紹嘅先祖從福建遷徙到呢度，歷經數百年嘅繁衍，呢度逐漸形成咗佔地10萬幾平方米嘅龐大建築群。59座圍樓錯落有致，樓外有樓，樓中有樓。其中最具代表性嘅長安圍，承載住300-400人嘅家族聚居史。青磚鵝卵石砌成嘅外牆堅不可摧，既抵禦咗外敵嘅侵擾，又凝聚咗家族嘅親情。呢啲遍佈村落嘅旗杆石，見證咗沈氏家族功名之時嘅榮光，彰顯咗客家人耕讀傳家嘅優良傳統。雍園嘅文化根脈最早深藏於唐風宋韻之中。晚唐年間，一位叫做邵業嘅青年喺雍江江心嘅書堂石上邊斷發明志，潛心苦讀。呢片只有700平方米嘅江心小島，孕育出咗32首入選全唐詩嘅千古名篇。到而家，書堂石嘅殘牆斷壁仍然屹立喺江中，同岸邊嘅邵業詩碑林遙相呼應。如果話詩風係雍園嘅文氣，咁忠勇就係呢片土地嘅風骨。明朝抗倭名將陳倫呢位出身雍園嘅客家子弟，喺明朝內憂外患之際，少年時候毅然投筆從戎，從粵東征戰到粵西，從平定地方動亂到率軍援朝抗倭，立下赫赫戰功。雍園嘅山水亦都係一絕，東華山風景區山巒疊翠，溪水清澈，山頂嘅雲海，山腳嘅古村落，隨便一拍都係大片。仲有嘅就係陶志偉美術館，藏喺一派青山綠水裏邊。呢座由美籍華人畫家陶志偉親自設計嘅美術館，陳列咗大量嘅油畫精品，文藝氣息拉滿，被網友稱為山溝裏邊嘅藝術天堂。東華山風景區裏邊嘅東華禪寺，始建於南朝公元502年，印度藥三藏禪師航海嚟到廣東至雍園，因為東華山外形酷似印度嘅靈鷲山，因此取名靈鷲寺。唐龍朔元年，六祖慧能喺黃梅受衣缽之後，經過呢一度隱修，復建靈鷲寺，改名東華禪寺，後至寶林寺，就係而家南華寺。自此流傳住先有東華，後有南華，東華正道，南華弘法嘅講法。嚟到雍園，我哋唔可以唔提嘅就係雍園嘅蘭花啦。呢度係全國最大嘅國蘭生產基地，號稱中國蘭花第一縣。每年出口嘅蘭花佔全國60%以上。行走喺雍園嘅田間地頭，隨處都可以見到蘭花嘅香薰彌漫，一唔小心就闖入咗花嘅世界。雍園縣成為咗中國蘭花第一縣，中國蘭花之鄉。歡迎大家1月1號早上10點嚟到廣州嘅南站，參加中國蘭花第一縣嘅蘭花推廣活動，同三叔一齊撐我哋嘅廣東蓮花。除咗蘭花之外，雍園仲係個水果天堂，三華李、九仙桃，樣樣都係本地嘅招牌。尤其係三華李，清甜爽口。每年6月成熟嘅季節，整個縣城都飄住果香，吸引大批嘅遊客嚟採摘。有人話冇食過雍園嘅三華李，都唔算嚟過粵北。各位朋友，記得嚟雍園行下，感受一下雍園嘅千年文脈，帶走一份嚟自雍水之源嘅文化鄉愁，一齊嚟探尋呢一片土地更多未被發現嘅文化密碼。